主要再去暗时哦，因用暗时哦，你是大家拢无闲做生意的。对。暗时去到遐吼，人拄这讲关庙门啊啦。哇！再去拜请啊。拜请因遐啥？因遐委员哦，讲来求几个庙门哦。阮来烧一个香哦，都有一尊神明想要去阮遐祭祀。安尼我甲求者看卖啊。就安尼，迄个遐委员拍开门，互伊。落去烧香，落去甲说明，落去甲求，连续跋10几杯啦。哦，遐好哦。就是讲要来新年祭祀啦。哦，是啦，要来新年祭祀咯。哦，大家来到新年上天派讲就爱新年祭祀。哦，是啊。安尼哦。哦，这5天前捌足济，感恩，谢谢。都我炸落去了呀！炸到插这代志啊！哦，赞，感恩作需要，我作需要怎样？好，啊，你对客家来啊！啊，有认证的哦，10外杯的哦。啊，来伫迄个牛肠子遐吼。哦，牛肠子。搞了5人去啦。啥物路？哦，伊伫这入行的是不是？哦，中华街。有叫做三街。中华街。伊做红的便机厂。便机厂。红的便机厂。便机厂。嘿。哦，迄个便机。上炸个单。哦，上炸个单。40几单。哦，好40几。伊40几单的，伊是迄个遐来的。是这个都。有阵时我8日来哦。8日来咯。你嘛是客家来哦。客家佫出嚟啥？佫出嚟迄个客家佫。啊，是啊，南昆新啊。南昆新用面，长期都好用面啦。遐远来哦，新年哦。是哦。哦。将军用面来。哦，将军用面来到新年做兵哦。人老爸手着咧做兵啊。哦。因这2兄弟来睡伫遐啦，来头几是来睡，基本是大家拢兄弟拢买楼甲买厝啊啦。啊是三民路佮南边迄条街呢？啊，三民路吼。三民路佮对迄条街呢？这条三民路啊。是只挖过吼。系。是只挖过吼，第一条街就会使啊，第一条街挖落吼。啊，只只有一间邮局吼，邮局佮挖过，一条不坏路。啊，因就是。红的变过厂，哦，变过厂啊，变灯柱啦，要重建灯柱，安尼主要这沿街头开始伫遐来，好，啊，伫遐祭祀吼，伫遐先祭祀，伫遐祭祀先祭祀，啊，未有庙哦，哦，那未有庙，像伫杨灯柱遐都5人年啊，啊，伫遐祭祀，啊，祭祀好足济。看个足地位吼，拢就灵感啦。哦，做灵感，做灵感啊！这显然今日大家拢足信啦。哦，啊，大家拢来拜安尼啦。哦，安尼开始的。是。头时啊，祭祀头5人。哦，迄阵民国60万年阵。哦，头路50万年。哦，50万年阵就有。啊，未60年。啊，未60年阵就有啊。嘿，迄阵就来啊。哦，迄阵就有来。迄阵就来。哦，家属这种的交钱税来新年。来新年是。是这些。哦，是。对。啊，无庙啊，有咧这些。有。伊听足主机啊。伊一间客厅啦。哦，客厅做新厅。啊，咧服侍一个吼。哦。建一个家啊，尔咧。哦，建一个家服侍一间村民安尼尔。服侍交。啊，安尼吼，安尼迄个少年吼，讲会难注意迄个少年吼，伊就做机动啊。哦，同我做机动。伊同我做机动。哦，要做机动。哦，啊做机动，伊个少年啊，讲迄个吼，5力够好吼。哦。会使讲真方便啦。哦，真方便。烫地位吼，人拢会来啦。啊，为了搬请去啊。哦，搬请伊讲吼，来阮遐吼，甲祭祀。是。哦，互阮哦，啥物人平安安怎有无？啊，请神像的是敢若请迄个基督？有当时啊，含神像都请。哦，含神像。那甲跋杯讲有需要这口罩吼，会困难吼。啊，是。神明啊，有需要去吼，神明说请去哦。是。先请去奉香。哦。啊来才举手才来。哦。啊伊才来甲举手通。哦。神明来甲举手通。这是安怎爱安怎做安怎做。哦，对。安怎做安怎做。免啦，这安尼，啊我。啥的哈？这搞吼，伊捌得地。是安尼来。伊捌得地。我就是伫遐开始来啦。哦，咁。哦，安尼就遐开始来。嘿，赞。啊，伫遐这是5-6档了啊。哦，这是5-6档。讲无咱来组入一个迄个啦。组入一个中原公会啦，就是从明仔载
这叫做中元宫啦。哦，中元宫，中元宫。中元吼，就是做7月就是中元。哦，7月半普渡的。普渡中元啦。啊，7月初哪有咧普渡？啊，这就开始对7月初开始。哦，咱这7月初。哦。那边有一间国，那边有一间窈窕咯，面地路还有一间我做啥？我讲庙。我讲庙也是其他也是明仔载。我车普渡。好啦，明仔载。家拢明仔载。哦，是。这方面拢明仔载，这方面的拢明仔载对吧？西平这方面拢。啊，多日节。中元公会，啊，怎啊来跋老祖？啊，我是跋到第，我嘛唔知安怎叫做老祖呢？第一届吼，是跋到我。哇，王先生做第一届的老祖，40多年前啊。头尾甲今年要40当啊。哦，甲今年民国194年，公元2016年，18月10号。啊，所以我是无误。这个了后吼，再来我咧讲。做这个因老爸啦。有，这间厝因老爸啦。哦，这间厝啦。有一块空地啊，向安尼啦。啊，那个这个叶做伙啊向迄边的啦。啊，向东啦。哦，空地啊啦。空地啊。阮这堂主就甲参详，伊甲堂主吼真好啦。哦，甲堂主哦，伊甲参详讲你这个空地啊吼，来大辟厝吼，啊来互阮。做这些，和家务先生做这些，伊我足答应，又做，我真好啦。哦，这讲安尼好。哦，做这是安尼来啊。是安尼来。啊，这来遮大概10几工，10几档啦。10几档才这些。哦，对。10几档就到几年，民国几年68年，当然68年是67年的时阵。开始落成，4号，这技术4号吼，开始落成，迄边吼就请68多，啊，拢全部拢锁死了。哦，拢有办锁死的了。自迄个时阵吼，到这阵40年啊吼，全部只要有开刀吼，就是拢锁死。是啊，这开刀拢锁死咯。只要食饭就是拢锁死。哦，这样拍掉。到这阵咯。是啊。到这阵咯，拢完全保持着锁死咯。锁死就好，无简单啦。开始，迄日咧开场12月18拄2月19拄迄个观音佛祖的生日，用迄日开场咧。哦。迄日先会来讲，是讲迄日爱用迄日来开场。哦。啊，办68多会锁起来。哦，68多锁，迄阵锁起了无普遍。哦，迄阵锁起无普遍咯。啊，就会当食锁起来。3、8年前讲。哦，3、8年。3、8年前就办锁起讲。较即阵讲嘅今年吼，都有一间锁起的尔。哦，是咱的旧经理吼，咱旧经理因太太啦，周太太啦，周太太哦，伊会晓去学数学啦，对，真搞啦，数学好，哦，佫也去考数学吼，会读书的啦，要通过读书的啦，过来做读书哦，做读书，爱去考试咧，爱去考试咧，爱去考试，去煮几碗菜起来，互阮鉴定讲，安尼你会使做读书啊，做读书，数学，啊，都开始伫遐，也开始安尼过来逐日。10遍，遍啊食饭，还是办桌，拢数学。是啊，到这经验练。到这阵咯。拢啊种办数学。到这阵咯。是，啊，拢月底咧办咯。农历7月底咧办咯。7月底是办一遍。经验练。7月底是因为这7月初。我在7月初。你在7月初普渡吼，的物件，你然后5点先来收咧。好，我先。遐拜物件收顿。啊，月底就是地藏菩萨。哦。这阵地藏菩萨。地藏菩萨。哦。有。地藏菩萨。菩萨地藏菩萨。千秋日。用迄地藏菩萨千秋日，我请出来伫遮。我办。我上经，我上一部了。月底我上经。这边我拜中元公。拜中元公咧。因为月尾吼，我爱上中元公证啦。上中元公。哦，遮吼。月底我爱拜。我爱个拜。遮吼，遮地藏菩萨。这
遮我那上间，几边上间，我那学长上面咧就安尼啦。那准备两间的哦。安尼上间两间。做功夫咧。初一加月尾。初加因为月尾就是。月尾拢有啊。月尾就是因为地藏菩萨的生日啦。是月底。有安尼啦。我这边吼。就无搁交钱啊啦，无搁分物件啦，迄暗就安尼开头45块多啦，足好贵。就安尼有参加，初一有参加，初二有参加，参加号码408安尼。安尼就爱来会餐啦。爱当会餐。爱来才会餐啦。是，感恩好。自迄站诶，自38、9当前开始。我做第一届咯，甲这阵拢安尼。有，咱新年黄先生啦，还做蜜饯行啦，你要学员咯开蜜饯行。对啦。讲做老对会趁钱，讲有影呢。有影。有影，感恩。是真重要。是真重要，是真重要。我遐吼。我遐保险在地吼，我捌跳落肚，地有天水，我捌跳落肚。